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台语有一条搬喙紧不加出名，讲到树顶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狗跋落来弄到狗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新闻嘛常常讲会到，这日就是狗。狗就是食奶的动物，外形看起来甲咱人同款，规身躯拢发毛，会徛起来，用后骹行路，骹手真溜俩，做伙生活。咱讲狗山啊，若是讲一个人生做乌乌散散真歹看，就讲狗同款，咱讲狗狗。另外讲一个人，咱若用到吊狗，代表讲是甲人形体痞相，像咱讲啊，某叫翁老狗，啊若叫囡仔叫狗囡仔，骂人唔食狗，啊若查某人偷食，有人讲是掠狗。特别来解说，就是讲有人本来是讲掠猫，因为猫拢是一对一对，慢慢煞变做掠狗掠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叫做变狗人，本来意思是讲训练狗表演，落尾嘛当讲是甲人创治。第二个词抬价架狗，就是抬价警告的意思，就是讲处决一个人，互其他人知影会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阿姐讲到较早做兵训练的时真严格，若是敢变狗人，一定会互班长抓去抬价架狗，跌价金死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狗提供互大家参考。